科技对时代的进步，手机佮电脑的功能是愈来愈多。虽然用手机买手票、买车票订便当是真利便，也毋过对真侪时代来讲是真麻烦，学袂起。教育部伫5个县市来推动60学习示范中心互时代来上课，免费来学。阿姐那个教阮字，即个就会看到阿孙啊，奈无？悠悠，这镜头是要哪开啊？想要用手机看孙，所袂晓操作。虽然科技直直在进步，不过功能伤济，学袂起，这嘛是真侪时代人的困扰。为着要互时代享受到科技的利便甲生活趣味，教育部2日宣布启动60学习示范中心，要先伫宜兰、苗栗、云林和嘉义甲高雄5个县市推动。在科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创造让我们的长辈能够学习能够没有数位落差这样的一个乐龄的友善的环境。除了甲时代用手机App 应用翕相甲拍影片，像宜兰有推出用无人机顺产水的课，苗栗的60中心是甲时代拍电动做运动，维持骹手流量。嘛有嘉义学员分享讲，有这的课嘛，互因厝内感情愈来愈好。老师说要增强自己的肌力、健康体能的部分，我们这个Switch甲孙啊会使做伙拍，甲囡仔嘛会使做伙拍。我们增加了很多科技的相关的设施，同时这时候可以让我们的长辈不会因为他的年龄没有办法享受到所谓科技时代的红利。像我的先生呐，他以前完全不会，那现在以前他比较没有去上课，都是我去上课但是我回来给他教了吼，伊只要要教我翕相，拢会教我讲爱3拍，1连拍2拍3拍，真趣味啊！教育部表示，这5个县市的60中心开的课拢是免费的，未来嘛和当地的社区甲学校合作，互少年家甲时代互相交流学习，共同创造模拟会议时所谓友善的环境。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